观众朋友，今日我好冇翻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讲是喜人的1895年对台湾人来讲，係過出得紀念的一年，因為今年呢係日本人真數我哋接觸我哋台灣的世界。當初日本人因為講接觸台灣過簡單，但是冇想到佢接觸台灣的世界，佢北部佢獨當我哋北部客家人強手足一定的抵抗，嗰時節有希望講派一啲部隊到我哋幫了上岸，冇想到上岸的時節，又獨當我哋家當嘅小家，好嘛同日本人爭了一下。其實一年的時間發生了幾多的戰爭，我哋都統稱叫日美戰爭。日美戰爭其實係我哋客家的先民用血汗去留下了幾多的一個故事。我哋後人從頭會用我哋的文字、我哋的繪畫，還有我哋的舞台劇，希望講我哋後人可以記得，也同我哋客家先民的故事。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佢係啲普業課社作者，同時亦係我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呢，亦都教書，我哋史伯尊喺度現場，因為同人講，當初伊做乜個做入嘅一個故事，同時一個故事對伊嚟講有乜個影響，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史伯尊史先生喺度考中，史先生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的史伯俊。老師好，因為其實我們剛開始的時候，我花了一點時間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說明一下。其實在1895年，其實那個時候，在日本人在接收台灣的時候，其實在北部跟南部，其實都跟我們客家的族群有很多的不同的衝突嘛。好，那是不是可以再請老師大概補充一下那個時候的一個族群的一種抗爭的一個過程呢？好，那大家都知道哈，1894年也就是甲午戰爭哈，然後清朝戰敗嘛哈，所以在日本的馬關簽了馬關條約，跟日本簽了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然後呢，隔年也就是1895年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1895年呢，日本就派了艦隊就整個他們的鐵甲艦隊，就是在黃海打勝仗的那個艦隊呢，然後就到台灣來準備接收台灣，然後從基隆富貴角那裡就是北海岸開始登陸，然後進入台北城，然後進入台北城是很快了3天就台灣民主國就滅亡了然後沿着縱貫線就是我們今天的台一線縱貫線南下，然後開始接收台灣，然後大家可以想想看，縱貫線從台北開始啦，到三峽啦、桃園啦、苗栗啦、台中啊、彰化一路打下來彰化，然後雲林啊一路打下來，一直到佔領台南府城那時候台南府城是劉永福將軍在駐守就是台南府城大概花了140幾天就在台南城宣布台灣佔領完成這大概是那時候的過程但是大家現在可能會想說怪怪的如果我們對台灣地圖有一點熟悉的話，到台南怎麼是台灣全部佔領完成呢？很奇怪吧，因為台南以下隔着下淡水溪，也就是今天的高屏溪這南邊明明還有高雄啊、屏東啊等地嘛那就因為高屏溪的天險那時候高屏溪可不是像現在這樣，那是非常大的一個大河2公里寬的大河，然後日本人的現代的那個兵團就過不來，所以我們屏東那時候叫阿猴的義軍義勇軍就守住了下淡水河的各個渡口，然後開始對日本人展開抵抗這是大概當時的時空的大背景大家如果再想一下，我們再回到那個台灣地圖，想象中的台灣地圖你看高屏溪隔住了日本軍團嘛，那日本人又不是傻瓜大家應該還記得他們是當初是怎麼來的，是坐着艦隊來的，對不對？所以日軍的司令乃木希典就想說那我們可以繞從海路啊，從更南邊下來，把最後的這個還沒有佔領完成的屏東把它佔領完嘛，就繞從枋寮地區登陸，然後就發生了我們今天所要講的這個重要的故事，就是步月火燒在枋寮登陸，然後在嘉東地區以前不叫嘉東叫下六根地區就展開了第一場
续战续战就是在步月楼步月楼之役，然后日本人步月楼之役打败了那个嘉东地区萧家率领的客家义勇军，然后在沿路这时候他们就往北了嘛，沿路往北就是在我们六堆的各村庄沿路都是六堆的村庄都遭遇了各式各样的抵抗，然后慢慢的最后到了屏东市近郊就是长治附近的长兴庄以前叫长兴庄，长兴庄遭遇了邱凤阳大总理率领整个六堆义军最后的抵抗，那就是火烧庄之役那一役为什么叫做火烧庄？很简单，因为日本人遭遇了抵抗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的大炮都拿出来了大炮轰击了整个长兴庄，然后大火据说是烧了3天3夜了所以从此以后那整庄都烧掉了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完整的户籍嘛所以我们之后就把长兴庄叫做火烧庄，这整个故事叫做步月火烧，就是从这个来的。可是也要题目底部其实不单只是讲出来，其实这铁的战役普安内卫的战役，同时嘛把的最满意的，算是台湾抗战的最后一场战役，就是火烧庄之役从第一个以南部来说的话，第一个步月楼之役，然后火烧庄之役。把它两个名的地都叫它步月火烧。是。那当初，因为黑马的机缘，什么样的机缘之下，让老师开始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算是邀请或者是研究的呢？因为很简单我本身就是屏东人我从小就在屏东长大，那屏东市区里面，所以那火烧庄现在有一个火烧庄纪念公园离我家大概只有500公尺的距离吧。那大家也知道，到屏东市周围全部都是客家庄，我的亲戚朋友里面也非常多的客家的乡亲，就是想说，那自然2012年我开始回到了屏东大学教书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要做客家研究。我想说我们先从我们身边熟悉的题材做起，然后才去慢慢的发掘这一段火烧庄步月楼这个抗日战争的整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知道，其实老师做了很多的客家研究嘛。那在这个客家研究里面，除了步月楼跟火烧庄中2个战役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是譬如说老师特别觉得说，在这场战役里面你自己觉得很印象深刻的呢，或者是部分的？其实1895这个抗日的战争这个乙未抗日之战我们刚才有提过，就是一个族群融合台湾人各族群之间通常就是台湾史上就是互相斗争那械斗不断，3年一小反，5年一大反，大概是这样的状态。那唯一一次各个族群大融合、大团结那对抗外来的侵略那时候就日本人的侵略，也就是这一次1895乙未抗日之战。那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客家义勇军的抗日以外，另外我出道的作品就是这个大家也或许可以看到那个小猫小猫就是闽南族群的抗日的战争就是万丹地区有一个流氓罗马囝台语叫罗马囝，叫林少猫、林小鸟林小鸟，这是闽南族群的抗日然后后来这些抗日势力呢，就是各族群的抗日势力，在火烧庄之后被团结起来，然后汇流由林少猫来领导，然后对日本人展开抗战。这一段抗日的历史非常有趣的，我们现在讲有趣，但是其实当然当初是非常惨烈的各个族群融合了以后，共同对抗日本人发动了这个抗日战争。我们刚才有提过1895那一年，日本人从北台湾一直打下来打到台南才花了140几天。可是大家知道我们高屏溪以南的这些屏东义勇军，我们整整跟日本人斗争了多久？7年。我们从1895年到1902年，整整斗争了7年所以你看我们屏东人是多么的强悍所以说像在这样子的一个整个斗争的过程里面，就是抗争的过程里面其实我相信其实是
他不仅是要牺牲掉很多的人命，他同时其实真的也是要有很多，必须是非常爱这个乡土，对，爱这块土地的这块心，才会让这一段的斗争的时间拉得这么的长，因为他真的是。他真的是要很多的酝酿不同的气氛，那这中间也会变成有一个可能是刚开始有一个单一的族群，变成是很多族群，对，不断的去投入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从后面的一个老师的一个剧本里面就会看到，就是说它不仅是这个客家族群的故事，它同时也是闽南族群也一加进来，包括我们的原住民的族群也加进来，原住民朋友也都进来。对，那这部分是不是请老师大概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其实为什么原住民的朋友那个时候是以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去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抗日的一个战争呢？老实讲就是说我们今天特别来讲原住民原住民老实讲，我们从台湾开拓也就是17世纪郑芝龙郑成功他们来的台湾开拓以来呢。老实说，是汉人拿走了原住民原来的土地跟领土，所以这些汉人不管是闽南客家都是跟原住民都是势不两立的状态对不对？我们还有设藩界就不许人家过去了不许他过来就一直是抗争的这个状态。所以老实讲，原住民对于这场战争，我在戏里面的描述方式是这样子，就是说这根本不关我的事对不对？因为台湾不管谁来当家做主，都不关我们原住民的事，对不对？我们还是受欺负的一群我们还是只能在山上过我们的日子对不对本来这是完全都没有关系的，但是呢，看到了我们这么多乡亲尤其是客家乡亲第一仗我们叫步月火烧这一场战役为了保护乡土这种投入的精神。对不对那我刚才讲过呢，没有户籍，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在日本的历史上呢，就记载的说清乡无差别扫荡这件事什么叫无差别扫荡？就是看到人无分男女老幼都没有差别的全部杀光那原住民朋友也是人对吗他们看到了说客家人闽南人河洛人为了保护乡土这样无条件的牺牲，这样的投入，对不对？那慢慢的你看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救他，人家说唇亡齿寒嘛，对不对？接下来是换到谁？接下来就是换我们原住民了对不对？我们这时候再不跳出来帮忙，对不对？什么时候，对不对？接下来被欺负的就是我们，所以慢慢的形成这种族群融合、大团结这种抵御外侮的观念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故事喺100幾百時間以後，其實對於台灣的民眾來講，我發現唔單止係一啲客家人的故事嘛，唔係一啲火龍人的故事，同時亦咪係在啲原住民的故事。休息一下喎，等下我等埋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嘅布業貨社嘅組織。等咧史伯尊史教授呢，聽老同人講，一當初這麼我想要不要布業火燒一本書？我想請問一下老師因為其實布業火燒就剛老師有提到，他就是取了布業樓之意跟火燒莊之意的這兩個名字嘛但是因為我知道說，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除了繪本之外，因為後來還有跟明華園去合作演的這樣子一場大戲。那其實就一個做老師的學生來說的話，我在想說。這樣子的兩個成品來說，其實是差很多的。一個是繪本，好，一個是一個大戲。那之前是不是有做過一些田野調查之後，才有一個最主要的文本嘛？對，其實這個火燒莊抗日的研究，我們大概我在2012年就開始着手，那時候就有客委會委託的一些學術研究案，我們就一直在做。這幾場戰役的這個史料的調查，田野都去跑過了啦所以一開始的材料是非常的多了，就是還沒有開始企劃這一個案子之前，我的材料就已經非常多了，所以屏東縣政府才會第一個想到說要找我了那找我們就想，一旦決定了說要用這兩場戰役作為主軸了以後，我們就想說，那我們是不是把這些材料先把它組成一道故事，先把視覺化有一個故事可以依循，我們後面要做戲才比較有根據嘛，所以就先做繪本那繪本簡單繪本主要就是把這個
这个事件里面几个重要的场面，然后事件顺序，那人物把它交代完啊，所以它是相对比较单纯的一个作品。然后有了这个绘本，等于是一个骨架哦，我们再发展成后面明华园的这个戏剧总团做的这个《步月火烧》这一出大戏哦，那就相当复杂了啊，就是绘本完了，我们经过了大概2年的前制作期，才形成了这个后来最后的这个《步月火烧》的剧本，那效果也相当好啊，大概是这样。因为对我来讲，其实我们做田野调查时了哈，其实我们会数到几多目腔的故事嘛，比如说在整个做田野调查里面，它的范围会很大，而且它会从战争的内容、战争的形式、参与的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繁杂的资料。对，那怎么样去把它？我们先说绘本好了哈，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后来变成一个算是让人家可以看得懂的故事，或者是说它是一个有一个轴线的故事？那当初这是怎样的一个凝聚的过程？哦，这个就是我的本事，就是我们必须要把事件，因为像刚才孝敏主持人讲的，就是说他这个事件参与的人非常多。你看日本人就几万人，然后客家义勇军啊，各个族群通通有参与的人物非常多，非常的庞杂。那我们必须要在这里面呢挑一些关键的事件、关键的人物，把它挑出来做。像我这一次我们这一次挑，其实就是很重要几个重要人物就是萧家步月楼萧家萧光敏父子然后火烧庄邱凤阳他们父子的牺牲，这个都是我们不可少的元素嘛对不对？然后为了要做族群融合，我们刚才也讲过有一个很重要的族群融合，河勒朗林少猫这一条线我们就要拉进来做嘛。那要做原住民，那我们就设计了原住民的这一条线，就原住民朋友的线了，要把慢慢的按照你戏剧企划的目标、戏剧企划的主轴，慢慢把那个主轴拉出来，就是看你到底要什么，我们才去等于是一盘沙子里面，我们要把黄金掏出来。这个过程的确也很难说用什么 SOP 来教大家，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有很多故事剧本的书也可以翻参考。所以当时就从很多的不同的线里面去拉出戏剧元素来，几个元素出来之后，然后组成这样的故事。对。那因为其实这样，因为我们先把大戏的部分待会再讲因为其实它涵盖的面是很多的。对。那绘本的部分相对比较单纯，因为其实他当初是跟叶宇童先生一起合作的嘛。对。那其实这也不是老师第一次跟他合作了嘛。对。那当初怎么会找到叶宇童老师来做绘本的一个合作呢？我跟叶宇童认识是10几年前的事了，他还是刚刚大学毕业，才20几岁的小朋友，那时候是小朋友，10几年前那他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变成台湾非常新锐、当红的水墨漫画家那我们合作过很多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他的出道的作品，也是我出道的作品，就是这个小猫这一本绘本它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讲我们屏东英雄林少猫的这个故事。这本书很重要这本书我们拿到那一年国际书展的奖，然后也去了法兰克福。那法兰克福书展是我们全世界最大的那个书展也去了法兰克福，也拿到了国家出版奖，所以从此建立了我们2个的江湖地位就是说，在这个绘本界，我们这个画台湾英雄，大概就是我们这个组合是最好的了那就把这些元素抓出来了以后我们刚才又回到绘本的元素抓出来了以后，因为我们有很多合作的经验，那手上的资料也非常的多了老实讲，如果是就我自己来讲，你只要讲说那个1895一直到整个日据时代的所需要的什么服装场景或者是什么人的打扮或者是人物行动的方式、街道的样子，这个我都不用再去找资料，已经全部都在脑子里面。叶宇童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2个是默契很好了，就是说，大概跟他讲说，这故事怎么样进行，有哪些人物这些人物分别是怎么样的，那大概都可以很准确的抓到这个东西所以
就绘本而言哈，就我自己来看，效果来讲是相当好的，效果来讲是相当好的。哦，那大致上跟史实也脱节不了大小，当然为了一些视觉的效果，我们必须要做一些更动啦，那是跑不掉的哦。那但是大体来讲，哦，完成度非常的高，哦，大体来讲完成度非常的高，这是这本绘本大概我目前的接到的回馈大概是对，因为其实从绘本的一个呈现方式来看的话，其实不仅是说它的故事是非常的扎实，那同时其实叶老师的那个功力去把它某一些很经典的场面，的画面的张力是呈现的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从头会有的问题就讲，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你的故事一定要先确定好，就是我不能再改了，免得你改，然后叶老师又要改那个图。他会发火，他会疯掉，他会发火。那是不是其实在老师画图以前，给故事如果选读听吼，就要花一些时间去思考考虑哦。尤其是我们这一类作品，跟各位讲啊，就是说，台湾最近也做了很多历史的戏剧的作品，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这场事情还没有离我们现在很远，才100多年前的事情，那这些后人都还在。就是说，尤其是客家人哈，客家人源远流长，那个血脉绵延，客家人的后人都还在啊。这些后人对于这样描述他们的祖先有没有意见啊？对吗？然后再讲一个利害关系人，比如屏东县政府出钱来做这个东西，那屏东县政府也有屏东县政府的立场要做这个事啊，对不对？那各方比如说客家乡亲的看法，荷德朗的看法，对不对？原住民的看法，这都必须要抓到一个平衡。这其实是在脚本阶段最困难的一件事。我写是很快，但是必须要去斟酌、去讨论、去折冲、去权衡、去平衡，去取舍。有一些东西不要做得太过头，还有一些东西要收，有一些东西要放，这才是在脚本阶段最困难的。因为一旦这个脚本出去了以后，乐童下去画，他不能改了嘞，图一下画下去就不能改了，因为全部都是手工的图，不是电脑绘图，全部都是手工的图，都不能改了。所以这个在脚本阶段，这是最困难的一个工作。所以说，其实就光一个这样子的绘本的脚本，其实也是经过多方面的去一个来回，对，尤其是就刚刚老师所提到，其实客家乡亲对这件事情来说，他是非常重视，非常重视。但是同时，这个绘本出现之后，对于客家乡亲来说，他真的会觉得非常的荣耀。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这一本绘本真的是就直接去告诉下一辈他们的祖先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对，尤其是绘本是最直接的。对，尤其对小朋友来说的话，他其实是最容易去阅读以及最容易去吸收这个部分。就是做给小朋友看的。我有一个理念，我也常常讲，就是说，故事就要一代一代要讲下去，才会有人听。你要讲给下一代的人听啊！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讲，下一代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必须，虽然是好像是老故事，但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用新方法，用新一代能够接受的方法，不断的传述给他们听。这是我在做事情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理念。因为其实我们常常讲的客家先民的故事，但是有时间的客家先民的故事对新人来讲的话，唔单止因为历史天难。同时讲要人物贴到，可是伊人一下谈不清楚。但是各种用绘本的方法，用绘画的方法，把他的故事变成一个最简单、最容易看的一个故事书，同时加上一个最讲的方面，你会发现到讲，一套故事看好了，如果最简单的。但是对新人来讲的话，绘本还可以，但对太人来看的话，一听都要看太戏。就我们刚刚所提到，其实对于大人来说的话，他就不只是绘本这件事情，他可以满足，都不用，他就一定要看大戏，尤其是明华园的大戏。对。可是问题是，从绘本到大戏，我常常会想说，这中间人物也加了那么多，然后场景又变得那么大，对，那是不是一刚开始就应该是有一个文本在吧？我不记得我们老师每次都说，文本是所有文创的一个源头，对，是不是先有一个文本在，然后才有开始这些所谓的绘本啊、摩洛哥的哈嘎台也存在？对，大概是这样子。孝敏的确是我们的资优生啊，优秀学生啊，我们这个文本呢，开始为了戏剧制作的需求，我们就要必须进一步发展，因为这场戏将近3个小时的戏，那必须要有多的新的人物加进来，新的细节加进来，
对不对哈？我们才可以慢慢的建构出一出分量足以充足的戏，然后要设计很多的戏剧效果，这个都是必须根据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文本骨架，然后再慢慢的凑上去，当然很像一个拼图的过程，或者建立一座大楼的过程，然后我们慢慢把它弄起来。讲到这个戏当孝勉刚才讲的，戏也是一面做，尤其是戏剧啊，它是一面做一面写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写好了就去拍，其实不见得是这样我们写好了要80%-90%下去拍，下去演，对不对？那要一面演一面改，一面演一面改我们是这个本是改到要演的前一天晚上还在改。觀眾朋友有想到過同明華園合作呢，我一面做戲一面讓佢改劇本。頭先下我哋喺我哋嘅事情上，我同人講，以後要一面做戲一面改劇本，馬上過來喲。反過來復起來，順帶節目我哋嘅史伯尊史教授同人講，冇想到因為半夜火燒，因為劇本係一面做係一面改。可是老師，你看你演出前才在修腳本，那他們不會瘋掉嗎？他們怎麼排演？那也是因為排演的需要，你必須要按照演出當時的情境來做調整因為我們當時演出是在屏東的千禧公園，對嗎？那一個，而且我們架了一個台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話，就知道，那經過的鄉親還以為我們要蓋房地產，要蓋大樓嘞，好大的一個舞台，非常大的巨大一個舞台嘛演員、導演每一個人，劇組整個所有的人，從來都沒有在那個舞台上演過，所以你會有臨時會發生各式各樣的狀況啊，那你就必須要就這些細節對演出做調整，對嗎我隨便講一個例子啦就是說，比如說某某人登場上場我們可能在小的舞台裡面上場他就上來了嘛，因為只有幾公尺的距離，但是我在那麼大台，一個人從舞台旁邊進場我可能要花10秒鐘那整個戲劇的節奏都不一樣啊，對嗎從主舞台到副舞台你可能是這個長度又不一樣啊，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在這個做一些調整，看怎麼樣讓這個劇能夠按照原來演出的效果去做這是其中一個例子燈光風什麼各式各樣的狀況通通都有。但是你這個可是在周亞威我們的半夜火燒我也要卡個時間，它的整個故事架構就是已經先定了，包括人物有誰，包括比如說你剛剛所講的2個很重要的人物，然後閩南人是誰，然後那個原住民是誰。對。可是有一點問題呢，我有一個問題，因為我們都知道明華園它是講閩南語的那合作的時候怎麼樣去合作因為這就是個客家的大戲。對，這就是關鍵點當初屏東縣政府要找明華園來做這個戲最重要的考量國內也只有明華園有這樣的號召力，能夠一下子幾萬人的場可以撐得起來這是當然是它的優點，但是問題是像剛才主持人都問的問題一樣明華園有做過客家戲嗎？他能用客語講嗎？那陳勝甫團長講了一句話，我很感動，我到現在很感動。不會就學啊，所以他整個劇組的人只要上台的演員，全部通通去上客語訓練班，上半年，真的從頭學起學客家話，從頭學起學客家話。然後呢，你看我那天如果演出有看，像模像樣對不對？當然有一些本來就是客家的演員像茶經裡面大家看到的郭子乾或幾位那本來就是客家演員，其他的人全部通通都學客家話。我們既然要做事，就把它做得像，對不對？台灣族的原住民，我就講台灣族的族語，我也不要講閩南話來充數都不是。日軍你就去學日本話我做其他的戲，還有做比如說做政治這種戲，該講荷蘭文講荷蘭文明華園做戲的精神就是這樣。所以那一場戲一演出，也大大的消除了說大家一開始對這個的疑慮，說你又不會講客家話，你演什麼客家戲？然後演了以後，大家就住嘴了，待之以掌聲。這是我們做戲做藝術的人應該有的精神。
因为其实我感觉到讲，其实客家故事，你像一个米饭呀，我们说米饭呀，是屏东的啦，米饭也是屏东的一个剧团嘛，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地利之便，或者是说啊，它是在地的一个剧团。可是怎么样，它都是一个以河洛戏为主的一个戏团。对。但是给你的做出来以后，我就发现说，这个人是客家人吗？他怎么讲的那么标准？后来发现，不是不是，他不是客家人，可是他整个口白、整个的内容全都是讲客家话。对。所以说，伊的迄之前就种情况讲，伊的学个班人的客话，路边都伊的讲出伊的最标准的客话。对。或者同样的，他可能是不是也不是原住民，他为了要讲那个标准的原住民，对，要学哦，要学哦。然后像比如说原住民有一个，我们在戏里面设计了一个原住民的小女孩叫穆丽登，那其实是陈昭婷演的。陈昭婷她是台湾人啊，她演客家人，去乖乖的去学台湾族语啊，就是用这样的精神去把整个戏所完成。咁种样的不一样方式吼，其实我哋嘛，地讲做好多现场有都讲，虽然讲伊系用两个归创业的伊的专业的名了，落按到也俾伊的剧的伊的名的，但是其实地尾讲系讲，因为不一样方式嘅两个专业地尾含起了我哋台湾的所有的出权。他跟你 Q 了合作也跟一的款式，那像这样子不约火烧的一个剧情，它虽然是说是从我们田野调查里面，然后抽出了一个重要的一条各个不同的线索之后，组成了一个文本之后，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它还是要有一个老师想要传达的一个意念嘛。有传达的意念哈，这个非常清楚哦。第一个最重要，族群融合，族群融合这件事。不是在故事里面族群融合，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过的，这整个戏剧的过程，我们也在做族群融合的事情，对吗？在舞台上，大家看到的是客家的演员、和乐的演员，然后台湾族的演员，我们共同在一起，甚至还有日本人的，共同在一起努力要把这个戏做好的一个精神，就在戏内戏外要能够做到族群的融合。台下的观众，我们屏东的乡亲，不管是客家的乡亲、和乐的乡亲、台湾族的乡亲，你看，我们从整个屏东来的3万人的乡亲，我们要体会到那个精神，我们在那个瞬间，我们大家都团结在一起。当郭子乾说出堆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心里面就想要跟他一起呐喊？这就是我们的心愿，对吗？战或不战，大家都战，对不对？我们在戏里戏外，观众在每一个层次都要做到族群融合，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传达最重要的一件事。然后第二件事是屏东县政府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在台湾史上去读史书，你就会发现女性的角色非常的少。我们在写历史都是男生嘛，英雄谁谁谁，英雄谁谁谁，那女性都不见了，女性要撑起半边天啊！你在你的身旁有这么多伟大的女性，你的妈妈、你的姐姐、你的妹妹，她们怎么在整个历史里面消失了？所以我们在戏里面安排了很多女性的角色，而且是很重要的角色，那戏里面有很多女性的演员，告诉大家说，在未来的社会里面，性别平等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女生也能够为族群、为国家牺牲，对不对？一样跟男生一样是英雄，这个是我们在戏里面藏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因为就像头现场都讲出来的，然后发现其实从海报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男女平等的这个角色。对，因为其实女生的角色，其实在这样的海报的宣传里面，其实你会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其实对那种专业底部，不单只係谁来的，我哋鬼勇敢，其实我哋副演家，我哋谁冇，其实睇那种专业底部，其实嘛扮演的鬼创业的角色。对啊。可是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其实在这里面，第一个族群融合。第二个男女平权的这部分，其实不管是在当国难当头的时候，其实对于大家人来说，没有说这是男人的事情。对，当一刀杀下来的时候，女人也是会遭的，也是一样，所以他们也做了惨烈的牺牲。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戏里面把它彰显，把它说出来。因为就像我头东人的经常讲的，其实建议的虽然台开归台，他跟你们归讲过，台开暗台我永远看冇，但是建议的。
唔单止全场全部坐满满的人，同时像头东海的现场讲的，当郭子乾说出队，他看引入，你个感觉到其实是非常融合的。他不是说我只是单纯在看这件事情，在那一刹那之间，我们似乎也变成了当时的那些义勇军。对，我们要不要出队？对，我们要不要参战？对，我们的反应其实是让这个剧更让大家更融合在这个剧里面去。对，像这是一个桥段吗？这是刻意设计的。是哦，这出戏演完了以后，我们收到了很多观众啊或读者的回馈，他们都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出戏明明知道这场仗一定输，对吗？我们是跌歌到菜的嘛，日本人是现代军团，怎么可能打得赢？不可能打得赢，不管人数上、装备上都打不赢。那打不赢必败的战，你打还是不打？对吗？那客家人的这些先烈用行动给我们答案，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再拿来问观众。那天郭子乾问大家，一定输嘛？打还是不打？对吗？那我们心里就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立足台湾，能够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那一个最重要的答案。其实布眼佛手这件事情，不单是香港人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场战役，同时布眼佛手也要台戏，我睇我哋屏东我一啲客家台戏地方留下一個最重要的角色。今過感謝我哋呢史教授來到現場同我講安度布眼佛手的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謝謝各位觀眾。休息下我哋聽我哋現場來好好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